今日帶大家嚟到坑口眾明苑翠明閣一個單位，一到門口，大家可以見到呢個特色木皮凹凸門，營造咗一種層次感。入到嚟可以見到呢個綠色藝術漆牆，中間擺放咗法比梳化，右邊有個電視櫃。呢度設計咗個玄關，下面擺放咗一個可移動式摺疊台，左邊係一個鞋櫃。呢度係主人房，可以見到一個趟門衣櫃，右邊有書台。床上方嘅櫃安裝咗一個輕玻璃趟門，俾屋主擺放玩具。床尾嘅吊櫃亦可以上鎖。嚟到客廳嘅電視櫃，上面我哋設計咗玫瑰金框玻璃門，俾屋主擺放裝飾物。左上角嘅白色玻璃門亦都可以上鎖，櫃內都配置咗燈帶。入到嚟書房，可以見到呢個絲絨漆特色牆。再去到廁所嘅位置，我哋幫助廁後面加咗個石駁位，可以遮喉又可以擺放物品。旁邊擺放咗一個不鏽鋼洗手盆櫃，上面採用咗智能鏡櫃。左邊有個雙趟浴屏。最後廚房門口做咗一道 PD 門。廚房中間位加設咗不鏽鋼板。另外，我哋喺吊櫃內隱藏咗半個熱水爐，節省空間。左邊新做全高櫃體隱藏大喉，旁邊有黑色鋁框玻璃櫃，俾業主擺放餐碗，增加儲物空間。地櫃就用咗歐陸風墨綠色。想裝修 ？WhatsApp 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，我哋係適度裝修設計，屬於你嘅貼心設計。